中長線睇牛趨勢不變，呢個我哋而家呢一刻同大家講嘅總結啊。但係呢樣嘢咧，所謂中長線睇牛趨勢不變咧，我不斷更新睇法嘅，我都唔敢講得太武斷，因為呢班人揸錢呢班人，我唔知佢哋將來面對特朗普嘅政策變化，佢哋會有啲乜嘢嘅諗法，因為唔係我揸莊啊，明唔明啊？我嘅睇法唔重要，我同你哋分析嗰啲東西，就算你覺得係真相，未必係，啲人未必會咁諗咯。所以我同大家更新咯，得唔得？散戶淨沽空啦嚇，呢個係都係睇牛啦。好啦，大型投機者開始 short 美元喎。你睇下嗰陣時啊，2025年嘅時候咧，大家 long 美元 long 到傻咗，係嘛？2025年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，有機會美元會進行unwind，其中一個資產嚟嘅，升得太癲啦，110嘅時候，嗰陣時嘅倉位亦都係好極致嘅。但係而家咧嚟到呢度咧，嚟到美元跌到103，佢哋又開始咧去 short 美元啦。好啦，呢個圖就係同大家講市寬啊，200天線我同大家講係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嘅。200天線如果係長期跌穿50咧，係一個熊市格局。咁你而家睇下，佢跌穿咗50幾耐啦？啊，呢度開始2月底開始跌穿係嘛？2月底開始跌穿，跌穿咗1個月度。耐唔耐咧？我唔知啊，一個月到耐唔耐？你自己諗下啦，係嘛？但我好明顯見到一樣嘢咧，就係喺佢由2024年七月啊，所以你話2024年七月去到今年2月嘅頂部一路創新高嘅時候咧，個市寬咧係不斷頂部向下移嘅，咁即係呢個又係一個頂背馳啦，導致到急跌啦。好啦，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你真正睇市寬嘅角度咧，你會見到咧，美股舊年嘅7月見咗頂啦，同唔同意啊？但係你話唔係，舊年7月邊係見頂啊？7月到12月，到今年2月啊，升咗幾多啊？係嘛？嗰陣時標普係幾多啊？561升到而家升到最高係610，升咗幾多啊？你呢個時間你話頂部啊？呢一個200天線嘅市寬，正正就係需要時間話俾你聽，佢呢個背馳係幾時要有啊？即係話其實佢升緊時候，好多股已經唔升噶啦。最明顯一樣嘢就係乜嘢啊？我同大家講咗邊個板塊啊？小心線啊！呢個板塊唔升啊？記得啊？邊一個板塊開始唔升啊？舊年7月開始邊一個板塊就唔升啦？芯片板塊啊嘛，半導體板塊啊嘛，記唔記得嗰幅圖啊？整個半導體幾時見頂啊？就喺舊年七月，個頂部喺舊年七月嘅。當然啦，你話某啲股票譬如 Nvidia 有一啲零星咗反彈啊咁啊，但係整體個板塊由嗰一刻開始見到頂噶啦。成個美股今年嘅大牛市，唔係今年啊，呢一次嘅大牛市主要係由半導體硬件推動嘅。而呢一啲而家事後睇翻呢一啲半導體喺嗰陣時候見咗頂，咁你話整個美股見頂回落，其實都唔出奇啊，係咪？我哋事後鏡睇翻係咪啊？嗱，VIX 去到20咯喎，係嘛？穿咗20咯喎，啊！同時間我哋睇到咩咧？睇到期權嘅引伸波幅亦都跌得好多，
即係未來個波動未必會太大。呢個係做 long 一個好事嚟嘅啊。有一個指標啊，俾大家睇好多唔同嘅指標，睇多啲唔同嘅調研機構、大行嘅報告分析指標，我哋可以睇到有冇啲咩可以總結到出嚟啦，係嘛？如果大家個都好有分歧，就冇嘢好講啦。啊，大家都係指向同一樣嘢係咩啊？就係要反彈。你睇下個 US Capitulation Index 去到呢度啊，咁啊當然啦，可以去到呢度嘅。呢度係 buy 鬆，未到啊，buy deep 鬆喺呢度，佢未到啊，佢再跌。即係如果個市之後反彈少少之後再跌深啲嘅，呢個就係 buy 鬆啦。OK，整體嗰個流動性係低位嘅，標普期貨啊，呢度睇標普期貨個流動性係低位嚟嘅。咁而一個好消息，我同大家講咗之前，4月初咧，3月尾4月初，Fed 係會注入流動性嘅，因為呢段時間基本上係銀行危機最高峰嘅時間，流動性係最低嘅，就會注入嘅。咁而呢個 AAII 個人投資者情緒係好低，你見到咧連續幾個禮拜都係20以下睇牛，呢個係熊市先會咁樣嘅，因為佢哋輸。你問下自己啦，問下大家，問下自己，可能你哋好好多，出面好多人已經輸好多錢噶啦。可能你哋覺得哇，我自己都輸好多啊！你睇下出面嗰啲會輸幾多？如果淨係買美股嘅，一定比你哋多，因為佢哋冇控制倉位啊嘛，甚至融資啊嘛，甚至淨係買高追一啲垃圾股啊嘛。我幾時叫大家唔好再買垃圾股啊？Safe haven 啊，呢度叫大家要做咩啊？向下嘅過程當中咧，我哋要沽債買股啊嘛，係嘛？OK，好啦，咁啊而家反彈咗啦，OK，反彈咗冇咁吸引喎。你而家呢個位再追股票沽 TLT 冇咁吸引啊，比起呢度嚟講係咪啊？呢度係最吸引咯，同埋你好似呢啲位置，呢度大家講有高息債息差啦，係嘛？但係咧暫時睇唔到系統性風險，因為系統性風險呢啲先係系統性風險啊，啊！但係你睇到個勢頭咧係上緊去喎，OK，勢頭係上緊去㗎。而我哋睇另外一張圖，信用利差 credit spread 係有啲拐頭跡象喺呢度，有冇見到啊？喂，呢度同呢度爭好遠啦，係嘛？呢度爭好遠啊，所以我就同你哋講，暫時未有風險住，但係你要觀察啦，繼續觀察呢一個會繼續上定係點樣，會落翻落嚟。如果繼續上去到呢度，再繼續上咧，唔得掂噶啦。啊，我哋都好謹慎嘅。啊，你睇下，我謹慎嘅程度在於咁樣嘅拐頭，我都同大家開始講啦，有咁嘅風險。你諗下呢個拐頭，大把都會咁啦，係嘛？好多情況都會咁啦，低位有少少回升，有啲咩特別咧？係嘛？但係你見到每一次升得咁上下咧，個市會回調得好深喎。啊，所以呢度係一個警號嚟嘅，密切關注啦嚇。QQQ 同 TLT 比例，如果你睇呢幅圖，係咪覺得想反彈啊？想反彈即係個市想反彈啊！嗱，呢個意思即係話美股要反彈，冇話 TLT 一定要跌喎，明唔明啊？如果呢度繼續升，有可能係點樣？有可能咧，QQQ 嘅升幅高過 TLT 嘅升幅，呢條線都會向上嘅喎。即係 TLT 如果唔喐，橫盤升少少，而 QQQ 個升幅嘅比例大過 TLT 咧，呢條線都係向上嘅喎。所以你期待緊美股嘅反彈行情當中，唔好諗住 TLT 一定會大跌，明唔明？我唔覺得 TLT 會大跌咯。而家作為一個避險，大家衰退仲係擔憂嘅情景之下，TLT 係比較難大跌啦。
季節性效應嚟呢度啦喎，開心啊！嗱，嚟緊最後呢個禮拜咧，俾咗大家睇個 seasonality 啊，1928年至今嘅3月底嗰個禮拜係 choppy 嘅，去到4月1號之前嗰一日交易日就會見底，一路升上去噶啦。呢個就係 seasonality 話俾你聽嘅嘢啦。啊，OK，你有冇見到啊？seasonality VIX 喺3月中開始急跌啦。咁而家我哋見到就係咁嘅情景，係咪？3月中個 VIX 去到30，跟住就跌落嚟啦。啊，會唔會係成個4月都反彈咧？睇呢個圖就係啦。啊，去到5月份先至再反覆啦。我唔知啊，呢個就需要再睇啦。啊，seasonality 嚟呢度啦。啊，呢幅圖我提早俾你哋睇下啊嘛。Climb the wall of worry 啊，而家又係好多嘅擔憂啊。啊，所以我哋要 trade what you see。OK，好多時候你作為牛軍做多睇多嘅一方咧，喺下跌嘅過程當中咧，你會產生一個叫做 slope of hope。下跌嘅過程當中，你係想佢跌完，想佢快啲反彈嘅，但係咧就不斷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噶啦。啊，呢個你自己睇啦。去到呢度，跟住一路升翻反彈嘅時候咧，你會有另外一個乜嘢啊？我哋叫做 wall of worry，就係 wall of worry 就係喺上升嘅過程當中，不斷有啲壞消息令到你覺得個市就嚟升完啦。明唔明白啊？呢個就係一個點解我成日同大家講投資心理好重要，因為投資係離唔開人嘅情緒。其實你哋日常生活咪又係有幾多真真正正係大事發生啦？你哋自己諗下，有日日都有死人冧樓嘅事嗎？冇噶嘛。但係點解我哋嘅人嘅情緒會好波動啊？啊，聽到有人講一句嘢好唔開心，跟住同個仔鬧交又好唔開心。點解啊？好大事咩？死咗咩個仔？係啊嘛。但係點解我哋會咁唔開心啊？就係因為呢啲咯，呢啲情緒，呢啲情緒啊！你睇呢度幾多唔同嘅情緒出嚟，幾多唔同嘅 players 喺唔同階段介入，係基於唔同嘅睇法，係嘛？跌緊嘅時候咧，就係滿懷希望；升緊嘅時候咧，就滿懷擔心，永遠都係咁樣嘅，對吧？這是一個很投資是人性化的東西。我們需要了解自己的情緒。為什麼之前給大家的其中一個課程是投資心理學？我看只有一位朋友有興趣上啊，其他人可能覺得沒什麼用，其他人可能覺得看圖比較重要，對吧？學習這個技術分析是重要。但是我告訴你啊，你學到很多東西，你掌握了很多數據，最後還是敵不過什麼？敵不過自己的情緒。因為你不了解人性，你不了解自己。我要知道，真正影響情緒的東西，情緒不是一個好東西啊！情緒不是一個好東西，無論你是開心還是不開心，都不是好東西。那你說開心不是好東西嗎？開心你要看一下，你的開心能維持多久？你的開心是基於什麼？你的開心是因為今天賺錢了嗎？你的開心是因為
得到一件你很久没有得到的东西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说向外求的东西。如果你的开心是基于内在的内在的价值，这种开心才是长久的。OK，我经常说不要向外求。当你向外求的时候，什么物欲啊、女色，所有的东西，这些都是短暂的，短暂的开心，不长久的。而且你要不断的去追逐，今天有了1000块赚了，下一次就想赚多少？2000。你今天想赚1000，你今天赚到1000，你不会想下次赚100吧？肯定不会啊，因为人的欲望是不断的越来越多，那你不断的越来越多的这一些会形成你的生活的压力，你会让自己很不开心。所以我说，你今天赚了1000块开心的话，这个开心不长久的，因为下一次你将要面对可能赚不到1000块，或者是甚至是亏损，然后就进行不断的一个情绪的内耗和轮回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啊，像这个图，对吧？其实这个图有什么特别呢？跌了涨回来啊，你现在看是很简单，对吧？跌了涨回来嘛，但是中间经过这个过程是不断下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阶段，slope of hope，不断的希望它跌完了，不要再跌了。那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，但是你抱有希望啊，好，真的回升了，回升的过程中当中，肯定很多人打脸的。说，哎呀，这个反弹是短暂的，short-lived 啊，资金已经逃离了，不会那么快反弹的。特朗普不会突然间那么好的。还说两句，你又担心了，不断的上升过程中要回吐，这个就是人性，这个叫什么 wall of worry 啊？你看一下我们去年这个图，wall of worry 有多少的不断的一些冲击，搞得你很辛苦，不知道究竟这个是不是顶部，要不要小心？结果顶部已经告诉你了，市况的顶部在去年7月份，真正的顶部在今年的2月份。OK，最後中港股啊，其實房產指數有止跌啊，企穩止跌啊，呢度止跌啊，仲係好負啊。OK，哇！呢個最新嘅圖嚟㗎，同之前嘅唔同啊，呢個係去到3月㗎。你見到海外主動基金咧繼續流出嘅，而北水咧繼續流入嘅啊。啊，呢個之前講過啦，呢個唔再重複啦。好啦，大家最想睇嘅，究竟嗰啲點數啊、點位點睇啊，係嘛？講咁多情緒做乜鬼啊？睇呢啲啊嘛，睇呢啲啱啦嚇。嗱，超買區急跌啦，短線支持23000，短線支持係23000，最後防線冇變啊，22000至22700，阻力依然係25000。所以咧，我認為如果短期裡面有個急跌，譬如下個禮拜一急跌到23000咧，如果你有做淡倉咧，平一平先，OK？市寬背馳啊，呢個市寬背馳又會造成一個將來嘅急跌嘅。但係呢個急跌，我唔知佢會唔會23000之後反彈到去24000幾，去到呢個位先再跌落嚟，或者24300再跌落嚟，到時再做咯，係咪？如果你要做淡嘅話，
呢個就黃金比率啦啊，22,500就係同呢個好接近啦，22,700就係頸線啦，22,500就係0.382啦，由18,000升到去24,800，回調個黃金比率，去到50%就21,700，61.8咧就係整個升浪嘅最後一個防守位就係21,000，所以如果呢一波升浪你見到佢反覆最尾跌穿21,000，真係玩完噶啦。大戶加沽平倉情況，你見到加沽嘅都唔係太大部分啊，攜程、招行、農行啊，但係平倉嘅有佢哋啦嚇，有啲重磅股平倉咯。上個禮拜就啱調翻轉嘅。OK，好啦，咁最尾一幅圖俾大家睇，而家應該投資美股定係港股？好多人話東升西降係嘛？係嘛？大家點睇啊？你哋睇到嘅分析就係講咩啊？美股估值貴啦，港股估值平啦，係嘛？唉，聽唔明，打俾你哋睇。你接收到嘅資訊第一係咩啊？美股估值貴，對咩啊？中概股估值平，OK？平啊，平啊，唔係便啊，便宜打漏咗嗰個。呢個第一係嘛？第二係乜嘢啊？第二係美國有機會進入衰退，甚至係滯脹。好啦，大陸咧，大陸有機會咩啊？經濟觸底係嘛？甚至係咩啊？復甦。第三，DeepSeek 事件係嘛？美國 AI 企業受 DeepSeek 事件影響，大陸點啊？DeepSeek 對於企業有好大嘅幫助，係咪睇到呢啲嘢啊？你哋，你們是看到這些嗎？還有什麼？還有什麼？告訴我，係咪睇到呢啲？所以結論係咩啊？買中港資產，沽美股、美國資產，係咪咁啊？是不是這樣？
喂，答我啊，冇人答我嘅，答我就唔講噶啦，係咪咁樣？或者話睇宏觀，Alex 話股市已經平好多，國際局勢你覺得中國不利咩？我而家講中國同美國啫，我唔係講歐洲。你覺得中國而家好唔掂啊？國際局勢或者美國好掂啊？美國與世界為敵喎，啊！全世界都憎佢喎而家。啊，國際局勢你覺得美國係陷於一個咩地步咧？公司增長潛力唔錯嘅喎，你睇下，Harry 你睇下騰訊、拼多多、美團、快手，所有呢啲業績增長都好好嘅。所以你同我講企業盈利、企業增長，但係咧同時間美股咧嗰個展望咧被調低喎，呢個俾你哋睇過啦，係嘛？特朗普而家係對於中國嘅態度，我睇唔到太強硬，呢個都令我 surprise。我唔知佢想打咩牌。佢對加拿大、對墨西哥、對其他盟友咧係好嚴嘅，但係對中國咧係比較友善嘅，所以唔好覺得美國圍堵中國。你話將來會唔會我唔知啊，係嘛？暫時睇唔到呢樣嘢喎。我最近睇翻啲港股，譬如你睇中移動，你睇匯豐，喺咁多年嚟其實都升咗好多倍。你未計收息，股價嚟講，即係話你唔好講到中港股一無是處垃圾，唔好咁講，因為有啲股真係升得好唔錯嘅，而呢啲企業真係有賺錢有分紅嘅，所以我哋唔好一面倒話啊呢個唔得，完全唔得，唔好睇啊，唔好咁講。我哋要 be open-minded，係嘛？我嗰陣時可能前一段時間比較對於中國股有偏見，我唔參與咩成。其實你諗翻轉頭，呢一波係賺好多啊！我咪話咯，即係我未必一定啱，係咪啊？我嘅認知呢個就係我認知缺陷啊！我真係冇辦法可以令到自己買做多中港股嘅，呢個咪認知缺陷咯。我認知缺陷咪令到我賺唔到呢筆錢咯，係咪？都有好完全聽晒我講。我而家講呢番説話就係話，唔好完全信晒我，我有可能會有我嘅盲點同弱點嘅。
啊，呢個係我成日同大家講嘅，唔好完全相信一個人，唔好完全相信一個人，就算你覺得佢有幾勁，一定要靠自己嘅分析。呢個世界邊個最大啊？就係自己，明唔明啊？一定要有呢個諗法啊！唔好去相信一個人，你可以聽佢嘅分析，睇佢俾你嘅數據，但係最尾都要經過自己思考嘅。譬如我成日都講中港股垃圾，一文不值。你睇下呢度，係嘛？呢啲咪正正係最近東升西降嘅原因咯。你而家試下攞翻出嚟睇，咪啱咯，係咁樣咯，係嘛？如果我喺11月嘅時候，11、12月嘅時候，我同你哋講呢樣嘢，喂，美股貴咯喎，危險咯喎，有機會進入衰退喎。中國股平喎，可能有啲資金入嚟嘅喎，有機會。哎，如果我仲有埋呢個內幕消息，喂，跌息勁喎，啊，有機會搞到美國嘅 AI 業翻天覆地嘅喎，所以買啦，買中港股啦，開始要沽美國股啦，哇，咁我就完美啦，係嘛？但我冇呢個視野，冇呢個睇法，係咪覺得我好渣咧？呢個係真係咁樣噶。我講咁多嘢就係希望你哋唔好太信我咁解啫，同埋真係唔好抄作業。我嘅未必會啱嘅，同埋大家嗰個風險位唔一樣，大家嘅視野唔一樣，睇嘅嘢唔一樣。你哋可以最聰明嘅利用我呢個群組分享俾你哋嘅信息就係，你要知道我俾你嗰啲嘢咧，大部分都啱嘅，大部分都係事實嚟嘅，OK，好少錯嘅，同埋所有都係客觀嘅嘢。究竟點樣去演繹呢樣嘢要靠自己啊！啊，得唔得？嗯，所以我點解要成日都要聽翻一啲反自己嘅言論咧？就係我唔想令到自己太走去一個極端啊，走去一個極端會好危險嘅。即係譬如內地嘅小粉紅，一路淨係識得唱多中國，覺得美國好衰啊！呢個又係一個唔危險嘅。咁我又唔提醒自己，我唔可以又做另外一端啊嘛。一路淨係覺得美國啊、歐洲啊、其他外國好啊、中國好衰啊，唔可以咁嘅喎。啊，反而而家我跳出嚟去睇呢個世界，我發覺中國人唔係太差嘅，真係差嘅，我覺得係歐洲。即係有一個比喻咧，就係話一個比喻就係話咩咧？美國、中國、歐洲，OK，佢哋都係行緊一個錯嘅方向。喺2024年之前，一路行緊錯嘅方向。但係美國咧就識得掉頭。美國喺總統選舉之後識得掉頭，行翻轉頭，行翻正確嘅方向。中國咧係點樣啊？中國咧就係繼續向錯嘅方向，不過行慢咗。而歐洲咧正在加速地向錯嘅方向去行。呢個就係我形容三個地方佢哋而家身處嘅情況。所以點解我好睇淡歐洲？歐洲真係好唔掂，將所有大部分國家嘅錢走去歡迎一啲難民入嚟，令到自己國家本身自己嘅人民都好窮，自己人民嘅福利都冇辦法可以搞得到。而呢一啲行為係受到好多支持者係加持嘅。你話呢一種咁樣嘅狀態係咪好病態啊？而家咪加速緊向一個死亡嘅路去行咯，加速咯。
Alright，我未講完㗎，最尾一張 slide 仲有㗎。呢張圖，究竟我哋而家應該投資 QQQ 定係 KWEB？KWEB 就係中概裡面上市嘅科技股啊，係嘛？中概科技股喺美國上市嘅 KWEB 係 ETF。呢度就列出15年至到25年呢10年期間 QQQ 相對 KWEB 嘅表現。OK，你可以睇到乜嘢啊？你可以睇到每一次當向下條線向下，即係 KWEB 跑贏；條線向上，即係 QQQ 跑贏。OK，每一次向下去到兩個標準差嘅時候，之後咧 QQQ 就會跑贏翻，好大概率跑贏翻 KWEB，而且個幅度仲要好巨大嘅。呢度一次，呢度一次，呢度一次，而家嚟緊呢度啊，後面嗰條 curve 點樣畫咧？係之後先知啦。但係呢幅圖話俾你哋聽就係咁樣啦。咁所以你究竟係點睇啦？啊，睇下自己點睇啦。我就話俾你聽，如果頭先講嗰啲邏輯不變嘅話咧，係應該要行翻呢啲兩，除非有啲邏輯我哋睇唔到有咩變化變咗嘅，咁就唔同噶啦。而家阿里巴巴嘅估值係貴過 Google 嘅，OK，升咗好多啦。阿里巴巴、Google 跌咗好多啦，所以佢哋嘅估值係相同嘅、相似嘅，即係話之前嗰個所謂嘅 discount factor、China discount factor 已經冇咗啦。咁而呢個 China discount factor 需唔需要繼續俾佢咧？需唔需要中概股要打折咧？如果中國變得更加強大，美國變得差，係咪應該調翻轉有 premium 添咧？令到阿里巴巴繼續升，Google 繼續跌，呢個就要睇你點樣去睇未來個局勢發展咯。明白？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認知變現。嚟到呢一刻，話俾你聽，呢個係以前嘅認知，以前係會咁行嘅，係因為一路都有 China discount factor。但係嚟到呢一刻，會唔會因為 DeepSeek 事件，會唔會因為地緣政治，會唔會因為特朗普上台而有所變化？OK，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靠自己啦，啊，冇人知㗎呢啲，睇下大家仲有咩問題，想講嘅嘢太多啦，啊，又係2個鐘頭，2個鐘頭太攰啦，我喉嚨又攰，大家聽到又好燒腦，所以我想即係盡量簡化啦，啊，大家盡量每一次過嚟聽，我就唔需要重複以前嘅嘢。啊，今次可能會有一啲新朋友加入，我又要重複翻以前嘅嘢。啊，多啲睇我個 Teams 分享，咁啊，加埋 Patreon 啊，Patreon 裏面有好多嘅分析俾到大家嘅。跟住就係啦，分享會每次過嚟聽啦。啊，咁希望就盡量縮減內容咯。我覺得最理想其實係半個鐘，但係真係做唔到半個鐘，因為太多嘢，太多嘢啊。
咁變咗可能會選擇將某啲嘢擺喺 Teams 嗰度，啊，譬如啲圖啊咁樣，你哋自己睇，比較有意義嘅，覺得要同你哋，我覺得比較有意義嘅東西就擺喺分享會嗰度啊。咁啊，希望唔會嘥大家每一個禮拜日嘅時間啦。如果禮拜日講翻嗰啲嘢又係 Teams 已經講過嘅，可能會覺得浪費時間啦。大家同唔同意啊？Teams 都講咗啦，你又再講，嘥我時間。禮拜日我想陪屋企人都陪唔到，係咪？我諗過呢樣嘢就係、大家時間都係寶貴嘅，係咯。我就想講一啲平時你哋可能未必諗到嘅一啲重要嘅 ideas，我落帶出嚟俾你哋自己去翻去思考一下。好似今日我講過嘅就係、你哋要了解下基金經理攞錢嗰班人，究竟佢哋點樣去做呢個決定，要逃離美股咧，要大量撤資美股咧？究竟佢哋呢個諗法有冇邏輯咧？將來會唔會真係演變成為佢哋擔心嘅格局咧？即係全球蕭條，美國陷入衰退，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？啊，會唔會發生呢種境況咧？如果會嘅話，我哋要點樣去做咧？係咪呢啲都係值得思考嘅問題嚟㗎？如果我今日唔講，你哋可能諗唔到。呢班基金經理就係擔心緊呢樣嘢，所以佢哋離開，將資金拍喺咩啊？拍喺 money market fund，拍喺美債，拍喺黃金，係咯？呢啲就係屬於最安全嘅資產。而美元嘅不斷下跌，大家有冇見到美元係不斷下跌㗎？110我都冇諗佢會跌到103咁多，可能跌到105、106就止跌㗎啦。點知佢可以跌到103，即係話嗰個資金逃離嗰個速度係非常之高㗎。資金離開美國嘅速度係好高㗎。喺以我了解嘅3月份好高，唔單止淨係美股，但係同埋人民幣好堅挺嘅啊！真唔排除真係有啲人就走咗去中國，中港佢覺得安全啊，或者可以做對沖。中港我哋之前成日都話啊，如果美股唔掂，美國唔掂，全球都陪佢一齊死，冇一個地方係掂嘅。係咪真係會咁行呢？將來定係有啲國家可以獨善其身，譬如中國得唔得呢？呢啲係值得思考㗎。呢個世界不斷變化當中嘅，你都唔知道啊！我哋雖然好，我啦嚇，我雖然好覺得特朗普做嘅嘢係想真係想改變呢個世界嗰個運行秩序，但係佢係咪真係可以成功咧？定係佢做做下會爛尾咧？佢遭到太多反對聲音嘅時候，佢會唔會妥協咧？哇！呢啲真係要邊行邊睇㗎，同唔同意啊？佢都係一個人嚟㗎嘛，雖然我話佢係天選之人，都係人嚟㗎嘛。人都會有情緒、有脾氣、有諗法轉變嘛。有個好嘅地方就係佢有個團隊，個團隊都幾勁嘅啊！有埋馬斯克喺度，OK，唔係淨係佢自己一個人話事，你自己一個可能真係癲咗嘅啊！好冇？今日分享嚟到呢度啊，咁啊一陣間我再喺群嗰度補充一啲今日分享會嘅資料，好冇？多謝晒大家。